無論係基層工人定係專業技術人才，我都一直支持本地優先、培訓優先，包括協助技能單一嘅工人增值，學習更多唔同種類嘅建造技術，善用創新科技，以減少人手需求同埋提高生產力，以及提升行業形象，以吸取呢個新血入行。但由於業界估計未來數年行業嘅人手短缺多達2萬至到4萬，適度同埋針對性咁輸入外勞咧，仍係有必要嘅。好多業界公司都反映，該計劃嘅申請呢個審批程序繁複，而且附帶嘅條件唔少，包括每聘1名外勞就必須請返唔少於2名全職嘅本地工人。必須為本地工人提高額外嘅培訓名額，以及必須為本地同等職業嘅工資中位數咁聘請外勞，並且唔能夠扣減返相關嘅住宿、培訓同埋中介費等等嘅開支，令到計劃嘅吸引力大減。唔進行檢討唔等於要取消晒呢啲要求同埋規定，而係要確保相關嘅計劃能夠產生到原定嘅成效，同時喺保障本地工人與維持經濟動力之間取得適當嘅平衡。